各位观众朋友，今日过好冇？欢迎收看福起来，我係李浩明阿明姑。講到台南，大部分人如果認為講台南係得路係好多人，其實根據台南市政府嘅統計，台南嘛差唔多有6%嘅客家人。其實講好6%啊，講多唔多，講少嘛唔少。像我哋人數唔多嘅台南市，要推動客家文化化，可能有一啲嘅困難。啊，你今日有請到來賓係台南市政府民俗事務委員會客家事務科嘅科長林士林科長來到現場，而家同我哋講，其實喺人數唔多嘅台南市地位，要推動客家事務，同時而家同我哋講，台南有乜嘅客家村莊可以去留了哦，我就馬上歡迎我哋咧林科長來現場，科長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台南市政府民俗事務委員會客家事務科科長林士林。科長歡迎好。那麼一開始我哋先講嘅頭銜嘅問題哈。頭銜。而家頭銜民俗事務委員會客家事務科，你表示講我哋喺台南嘅話，其實客家事務冇完全都客家事務委員會也被改成嘅哈。嗰種應該講，我哋而家台南市嘛係6都之一的啦哈。但是以前合併以前嘅話，民俗事務委員會客家事務科，也係科以前係乜嘅一種單位咯。哦，其實頭擺在台南縣市係咪合併之前呢，其實冇安尼單位，冇安尼客家專職單位，係在升級以後，變做直轄市，來縣長基隆市的市長哈，來市長，佢將特別注重人嘅客家事務，特別成立安尼嘅單位。按講呢，一單位，要係較特別，係留嘅原住民客家，個還有西拉雅業務，這樣合併在一個單位。我也都要在1806年嘅時候來成立來頒布族群主流化，就展現嘅文化速度嘅嗰種氣度。老所有嘅呢，需要較保障、較照顧嘅族群呢，客家呢，來適合到一個單位來加強來去推動。剛才其實講安尼嘛，安尼都了解啦。其實我講一開始我哋都講到講咧，他們台南嘅客人差唔多都6%嘛。其實6%都真係有啲鬼尷尬嘅一種畫面吼。你人客家委員會，其實我講到講，可能有一啲客家嘅村莊，至少要到10%安尼一啲水準。到6%實在有唔多樣嘅水準，但是講6%人有冇？應該講6%嘅人啊，吼，即係我唔可以講，因為6%安少，我哋都冇照顧也係權益。好，嗰時裏邊就講原住民客家，後頭有西拉雅，佢就安尼都合併變成我哋咧民族事務委員會，佢專門來做我哋台南市地位個少數嘅民族嘅一種事情。樣講吼，其實講台南客家人6%吼。差唔多應該5.8，減嘅6%。按過雖然講冇嘅呢，安尼動態客家莊，按過實在呢台南市吼，佢就根據人嘅呢調查，到個南市有14%嘅客家人哦，佢第二呢就像人嘅新陽沒有11%，再過來呢像人嘅柏河，然後嘅新化沒有10%，其他人像嘅東山嘅還有9%。所以就講也有記載嘅，嘅呢單位較特別應該做南區有11%，所以較都市嘅呢客家人，但是呢，人家客家人就除咗頭擺就講到個清朝嘅樣式過來嘅吼，然後但是呢，當到因為係石頭路嘅啦，也係講來結婚嘅啦，嫁過來也係講來一片土本樣都一片來，做客家嘅西郎，也係講好多西郎，安尼，但是就當到係移民過來嘅，曬過來嘅。除咗一開始聽到我哋喺台南開墾嘅時間，佢就嗰啲做路來我哋客家嘅移民以外，大部分都係對外地曬來啦，唔講係關工作嘅關係，即係條路啦，冇如講我哋都婚姻嘅關係，嫁過來啦，冇如土入邊我哋台南人啊，嚇，你曬入來嘅嗰種人口佔嗰度，但係問題係講從一條比例裏邊，譬如講我講南區11%，嚇，或者話柏河啦，嗰度新陽嘅話有一定嘅比例嘅客家人，咁一條客家人本身話有，我能講有關於個客家人嘅成分，而家嘅成分地位話有可能做客家人嘅樣。有，其實係呢有啊，像人嘅呢
我要得去做调查噶啊吼，给人个拍佛这片呢，给人座谈会嘅用时主要嘅客家先求就讲啊，有哦，我要得吼，还能我用客家人的这种方式去，然后嘅食物去养生。嘿，叫这个还有保留安尼传统。你像个人个南市嘅梅凉加个梅种当道，台北很多强州山呐，过也但是当道啲种梅嘅，叫到呢，所谓安尼，因为叫但是就系岛内移民的客家人来到鸦片呢，叫到做用人的客家嘅呢传统的做法。好，像比如讲，叫到梅会腌生以后呢，就会做梅粿。好，个呢，像我要今年代啊，去年代都梅凉派一个在地特色的客家美食音乐节哈，这几日都我做有请嘅都会传堂，所以针对人嘅客家传统嘅料理哈，再做一个创新，做一个比赛，像嘅就会用梅嘅，然后就像人姜丝大肠有嘛啊，迄个冰笋汁，也就是用嘅呢梅汁。这个梅醋按你来取代给笋丝，然后做出这样的一个创意料理，那当好些啊，就是等于你讲以更加好，以这个为书法哈，比如讲你做出来书法啦，哈，结合到我哋以前人的传统的客家人的做法，好，去做出一个新的菜色。咁我想问一下口东，因为汤也俾嘅客法啊，其实有一些北普强，唔记时间喺台南以前喺定奶。哦，嘿，唐出来哈，那喺苗栗人，啊讲嘅是喺白吸烟，来到鸦片咧，发现讲鸦片咧吸烟啦，北普嘅吸烟，喺呢小可冇同样，当地讲哎呀有北吸烟，有南吸烟，来到鸦片咧慢慢有。可能没我本地同化的嘞，我鸦片讲哎呦怪好哦，怪孬哦。对，不如讲亲好亲讲亲好，对嘿。咁種即個人類伊服務嘅單位係苗栗市縣政府係咪？我頭擺吼做過當到單位咧，我學校啊，然後縣政府啊、衛生局、社會局都做過。我前面幾隻單位係苗栗市公所，我接客家事務科長，嘿。啊，之前係做人事主任，人家就講哎呀，竟人事主任做得好，做埋嚟做客家。啊，想講這個身為客家人啦，吼，因為我在1803年開始呢，對呀客家嘅音樂歌謠當發跳，就想講台北13年啲為客家做吼，也想講有可以有政府的資源可以做為客家做更加多的事情，就義不容辭去接。咁咱哋唔知講因為講喺台中做事同西中做事，尤其係推行嗰種客家事務時間，因為有乜嘅困難冇？你講有差田嚟？最近政策動態哦，像嘅我特別都苗栗市也好，苗栗縣也好，這樣是下邊比較推行嘅行業整體發展計劃嘛。這樣是呢，像嘅一個愛講客安尼票種哦，我一疊是4000種，4種一個1000種太種嘅，一台南一片種可以疊到100空種嘅天氣。也以前佢像辦公室一疊哦，最近幫我拜託。因為我將來做考核之前呢承辦人故障就做奈唔好，講你啲，就嚟要講然後小以大意真係幫人掂嘅。實在有因為一片台南嘅客家認同較薄弱，雖然講叫當到係客家人，像比如講將嘅南西路桃陽嘅江家古厝，佢嘅擔心一個。網絡講閩式家族啦，看到其實當到也是我們客家的那個特色建築在裡面，一共有60人夫都方，幾乎都是我們的客家人，而且單係最在香港。其實都是唔承認自己係客家，因此佢最近幾年佢睇到佢尋根才發現自己係客家人。不過呢，佢總樣唔會講客話呀，當到總樣真係唔講，像我看到家到煮嗰啲乜嘅菜啊，看到就當成客家嘅菜，我就講你係咪客家人？我沒有啊，好老年。不過家到真嘅客後伊尋根，也係講英文，見英文就問到老代真嘅客家人。咁好彩你真係有你的那個客家事務嗬，讓你去推動，伊發現講，你這個本來係客人咧，因為其實我想上網電，只要喺呢啲按到好多年咧啲環境地步，其實。
久嘛，我覺得講唔即個係好容易，因為你的生活，我哋嘅生活方式其實摩擦幾多啦，可能你學嘢是個鹹嘅啦，但是對啊，台南也是個甜嘅事，可能有一些安尼嘅差別，但是其實嗰種人冇安尼嘅客家師傅安尼去發現講，可能我一片人。本來人哋可能係客人咯，可能200-300年來，唔哋都可能當初對唐山過來嘅客人，我都講你可能係內西過來嘅客人吼，生太嚴啲，生人哋一天都唔啲，係啊，佢變成慢慢嚟可能有個身份，都可能都冇。好，嗰就可能睇美麗嘅時間，唔可能人家見飛，誒，其實這個唔是翻譯講，唔知係咪客人，人家見飛用我去把客家文化。發通，用古董一個地，我都講我哋世界人來，我哋咧途中未來搞，但係台南嘅世界都變成人哋政策都冇同樣嘅，冇同樣，像都沒有啲人講實在嗬，人家就講講資源分配不均啊，因為資源也當道，啊，同樣的叫做你也客家在努力嘅叫做社團也當道，好，個呢我要按乜嘅按樣嘅人才，只有乜嘅人才。啊，到也台南一片呢，就發現講，你像講，派你發通，我嚟表演，有個語文團體嘅水準有那麼，好，種因為長期欠缺長期的培養，那就總講可以講，那當這邊講，我們大家一起來，等於說是扶植他們啦，就盡量給他們一個舞台，不給他發光發熱，讓他們引發他們的興趣。你像一片客家人唔係講歸島，好唔係講歸島，就講拍翻通做唔得完全，就講做所有當傳統當純正客家文化。嗰時候呢，因為我哋也係推嘅族群主流化嘅文化首都啊。嗰時候呢，我要拍翻通，可能就會講，雖然客家發通，啊可能會邀請嘅原住民嘅歌手，然後客家人嘅歌手，比如講今年5月19啊。客家文化會館嘅客家語言潮嘅啟動儀式，還有做了邀請白明光，我們原住民的一個就是歌手，好，然後呢跟我們的東東歌手來一起聽他的表演，來蹦出一個很特別一個族群的一個融合的一個這樣的一個這樣的一個場面。嗰時睇台南市喺推動客家文化嘅話，其實要用融合嘅方式先嚟做。你冇唔錯。其實睇客家人數冇到台南市，其實要推動客家文化真係冇簡單哦。休息一下，等下我哋埋嗰度嗰精彩故事哦。歡迎過來，放起來！上台節目，我哋嘅來賓司令科長同人講，喺台南推動客家事務嘅話，要用融合嘅方式來推動。我想問下科長嗬，好多我哋有講過，其實喺縣市合併以前啊，冇一啲單位係專門嚟負責客家事務嘅啦。但是我記得嗰時台南縣同台南市本地都有客家文化館啊。咁將我哋今日咧縣市合併以後，加俾你睇台南市以後，要本地一樣嘅文化館。係變成樣嘅無窮嘅用途嘛，還是唔定有乜嘅無窮嘅規劃啊？其實也是因為台北縣老師本身像台南市佢喺84年就有一會館嘅，而個台南縣呢係96年開始因為佢哋當初創人嘅客家文化，那合併以後呢，既然有兩隻會館，跟人家就想講一隻。多曾文溪，一隻多曾文溪之北，一隻曾文溪之南，跟人家就想，要取得一個平衡度後，就各有一隻會館。個呢，想講人哋會館嘅活化，然後呢就特別來委託人嘅呢社團來去同人要管理營運，要本安尼客家鄉情有一隻地方來作為一隻凝聚客家鄉情呀情感也好，也講要推動客家文化傳承的一隻基地。嗰時候呢，兩隻會館就都好。當年呢，我要發通的話，就會兩片，為了要取得平衡，兩片就會輪流來拍呀台型的發通。NK 一片台南市一片呢，因為佢有一個水平溫公園來做佢嘅腹地。嗰時候呢，個 Noboy 嘅
外面的那个整个那个大型的活动哈，一片是懂色岛，啊一片台南烟一片，因为合并以后还有这个南营啊，南营客家会馆魔法酿造这种都台南会馆哈，这个名过个南营，加到这片就较小而美，因为给它黑都沙起都哈。那我们的走的话，就是一个精致化的一个会馆的一个模式。那只要攀太型的发通哎呀，就是说赛道的绿都新公园这片来攀。嗰种变成一当初一两个台南市同台南县本地的两个文化会馆，喺合并以后，就因为哋本地诶功能，吼，而像有讲水平温嗰片有其实嗰时合攀太发通啦，吼，系啊，佢我哋南营嗰片嘛，其实都嗰集區我哋咧以前 Q 嘅台南縣嘅嗰種客家民眾，其實文化會館對於客家人來講，其實係一個最重要嘅一個地方。雖然講我哋能力怕人，但是其實有一啲文化會館都表示講，第一。政府重視一件事情，天開放嘅適合嘅時間，嚇，有乜嘅設費啦、開費啦，無論唱歌啊、跳舞練習乜東西，你只係嗰種有啲綠卡地方可以去適合。嗰種其實我哋發現講，認識兩個本地旅遊客家文化，我真係一個冇簡單嘅事情。嗰種人嘛有講，發現講，其實人家有兩個文化館，對人哋來講，人嘛有冇咁樣嘅一種規劃嘅啦，嚇。咁啊，請問一下哦，從人哋客家嘅考場。你啲文化館裏邊有推廣？哦，考場係兩片做推哦，一天兩片平平講吼，應該客家學堂，還有我開嘅語言認證啊，也神法學語啊，哦歌謠啊，也講唱嘅跳舞班啊，嘅安尼八音班也兩片左右。一天我一視同仁，個實在語言客家鄉情，佢本身對呀客家文化語言的傳承，佢就有安尼使命感。啊，小妹有問題，打斷一下科長的問題，因為像我哋講推廣，我哋科長裏邊呀有乜嘅學客家話啦，客家認證啦，呢種東西嗰種睇我哋咧苗栗啦，我哋新竹啦、屏東啦，可能講睇緊人哋講學嘅客語認證嘛，根本連人哋台南市。我講可能嗰度，認證嘅有冇啲推哦？像我冇你講，多年去學冇咯。像去年我也就是講通過嘅認證嘅八個啥啦，八個啥算多唔多？按過我要盡量，像今年嘅話，我要認證辦咗快20-30辦嘅。專門提嘅我哋咧文化會館塊，還是講我哋學教地方嘛要塊？學教咩會有，個沙期也會有，過但是可能係你都會館較多，將較太少。嗰時我哋變成講，其實喺台南市嗰種愛推行啊，咧客家嘅認證嘅話，對人來講，即係我要唔見嘅用嘅方法去推行啊，咧客家嘅客語認證啊。哦，人認證講實在因來，像今年我專屯嘅有請人嘅助理啊，個人哋因市政府嘅官員啊，講他家係未來報名，誒行業認證，慶祝要人呢，叫做我參加人呢，體育嘅可能參加嘅課程學校，他有本土教學，然後再過來呢客語新傳師，真係當三忙，我以做學生誒來學習，過來呢學生誒呢都學到學嘅客家話以後，專業嘅聯絡簿啊。同家長講，家長我向爸爸媽媽講，我用客家詩來寫哦。個呢都學到呢，看到先生，就會講，哎呀，先生好，主任好，校長好，哎呀，嗰度校長先生就會講，哎呀，新傳師教一下，佢就同人問好，我用個飛機啊的，我這邊講連校長、師長就用他個做學校話，但認真哦，就講，因為係小書。客家人小書，故說係你要記出一些鼓勵嘅、獎勵嘅方式，你會較有可以達到嘅效果。剛才像我問講，像這個認證嘅人數啊，其實100人其實是冇簡單嘅啦。但是問題我唔會講，100人一天全部係客人嚇，應該有啲係唔係客人。哦，有啲唔係哦。但是客家人冇錯，佢就講吼，我好老花，我本單做乜嘢啊？佢係像佢就講，我選嘅鄉土語言、本土教學。語言我學哪種？比如講我本身就好多年咧，我唔是學啊。啱講我對客家動好奇，跟我嚟學客家。曾經發生安尼，清早間較早期間，嗰樣是推客家本土教學，有遇到一隻學生
一个学生就开一班，因为他的给上会好，那我们就觉得说，学生也有他的受教权。那只要你愿意接受客家文化，我们也很愿意为他开一个班。我发现真的都一种应该讲一种方法吧。因为是话呀，因为头一开始讲，其实喺台南省嘅客家人数本来就够少。可是即番侬可能讲有6%嘅人，每啲人落學客家話，其實人數冇咁多。可是變成我哋一樣去想，唔係客家人嘅人來學客家話，因為其實對另外嘅想法來講，唔等於係學第二本國語啊。係啊，呢一種方法都變成講，等於你學，唔知佢哋佢有新鮮嘅東西，但是有啲佢重要嘅東西講，表現英語佢神奇，學也法唔係講你佢困難嘅事情。嗰度都你開始講我哋咧文化比較，你話要開我哋咧語言嘅拓展。係，對，我有啲想講嗬，像佢安尼客語認證呢個課程難度，嗰時候呢，我做先開一些，比如講神法客家，像佢講嘅舉一個例子，江家古厝，有200人啥，啱過都唔承認自己係客家人。頭擺嘅課種也當認真一推，啱過就沒有達到效果。啱過佢當希望客家資源表到嘅，都家嘅變潘發通，本當多人看到客家江家古厝嗬。嘅外語呢，我就講，你做得啦，我來來一片潘發通嗬，因為客家，所以客家生態一個聚落啦嗬，單身聚落，我當然以來。啱過呢，我講前提，因為承認自己係客家人，第一，我條件。第二，我要承認我係客家人，我潘發通，我會替佢為你準備一集節目，你就大家來聽下大合唱客家本身，那就是一種象徵性的宣示，你承認是客家人。個偏偏啊，南西跟那個區長啊，他們區公所的主秘同仁啊，科長，大家聽下一敞開一擘開，我就會給那個強迫性的，就是我就跟他講客家話，比如講這等茶就講，哎呀，都鼻葉，也茶色茶，我也會善意的講跟他講個台語啊，那個就是大家好啊，反正我就說講一點客家話，講一點閩南語，然後就一個融合，讓他覺得說我也不是說強勢說，就是只是單方面推銷客家話，咱們會融入他們，用那方式。也真是冇簡單嘅，因為你看以前嘅內地啦，我都講我哋屏東人嘛，因為講客家人居多，嗰時候就變成講，其實我哋拍翻通啊，我哋喺跳，我哋可以托最好嘅，當然啦，因為按當然你從睇八言啦，到唱歌啊嚟跳，嗰時候我哋一定跳托最好嘅，但是睇啲人數冇多，台南市時，真係都冇空用，都變成，多都講係鼓勵同獎勵兩個傾下客，嚇，還有即個喺示範講，我哋神法地方一樣去講客話，神法地方一樣把客家文化釀過來，嚇。其實好多人講嘛，講到啲貴重嘅一點，嗰種喺邊講南市基本有客家人，因為佢全部講好羅話，我哋應該人哋台南市政府係咪講唔錯嘅呀？我哋來到梅嶺，人哋講以前有幾多客人，叫我來入面全部講好羅話，而且話你對外人嚟講嘛係個怪嘛嚇，嗰種其實鼓勵人開始慢慢嚟去學講客話，雖然講唔可能講像以前嘅祖先一樣講按流，但是我創一些歌誒，同埋簡單的話，簡單的話是問候啦，買東西啦，講下啲東西唔好意思啫。大家人多多少少講，你買啲哦，你以前客家種，可能中間有跌喺度，但是你見緊嘛，幾努力去把伊驗轉來，係啊。嗰時你喺台南市，唔單是喺做一啲幾基礎嘅工作，嘛擺喺度，應該講喺度客家人全部。驗古來喺度工作咧。係啊，像我講啊，唔單止我講先生活客語，還有慢慢的講兩個觀光客語沒有喲，沒有驗證的喲，個文化導覽嘛，培訓嘅客家導覽。你像以梅嶺去年梅嶺那個發通來貼片呢，然後搭建個傳統做拍一個影片來宣傳講佢哋特色餐廳樣嘅做誒。個呢人個有台哈，你有一個節目專訪6分鐘嘅影片。那這種時間就有請嘅特別第一波從苗栗南莊賽過來嘅徐榮富先生，佢已經都第4胎嘅，佢就然後就從第3胎還會受過講客家話，就特別
有唱给本天师的专访，因为有办法偷，冇办法兼顾都一片吼，冇看到佢溜，叫马老溜好落花，结果后尾都按人家切噶，特别做个一转，讲拜托用客家话来讲，佢希望讲吼，叫做多用客家话，可是睇啲人数冇多嘅台南市啊，推动客家文化鼓励同奖励啊，强下下。休息一下哦，等下我哋埋嗰度個精彩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上個節目我哋課堂同人講，喺台南推動客家文化，我對神化的客家話開始講。將我想問一下課長頭先我哋有講到講，其實對我哋呢客語嘅認證，神化的客家話，廣講嘅客家話，我記得音樂嘛，其實台南嗰種傳統音樂佢有名呢，啲客家文化一部分有冇？有，當然有，呀音樂做唔得跌脫嘅呀。因為文化嘅傳承也對音樂也係當重要一部分。那台南有幾下嘅八音班，那其中咧像人哋客家台南市客家文化協會，嘅帶下呢，就有一個曾樂軒八音樂團。這客家八音樂團呢，佢喺合會也啲扶植嘅一個樂團哦。前5月咧，成大嘅客家州也有應邀一表演，然後展現幾年嘅學習嘅一個成果，當腦旁哦。像人哋也八音樂團叫做係出於外國表演過，個還有呢搭配其他演示嘅嗰個5星級嘅傳統，辦法通叫做一表演。佢當然當到嘅慶典也係節日節慶我哋八音班都捨不得咧，像比如講嘅田川日，當年嘅田川日，還有如果到呀水平溫一片嘅會館我有舉行祭天大典，如果有我個曾樂軒八音樂團來巡古里來現場來演奏，規場嘅個儀式非常的隆重。那你講發現真係冇簡單，因為伊啲音樂啊其實喺佢代表伊啲族群裏邊最強嘅部分啦，因為我哋冇可能講我哋平常都講客話，但是有時聽到嘅音樂，我哋講客家八音，真是有時我哋做後事嘅時間，無論講我哋鬧眼嘅時間啦，拜天公嘅時間，你都發現嗰種社會啲乜嘅東西，嗰種無他嘅無故嘅，你都冇嗰種客家八音，你講萬世嗰種鬧眼嘅嗰種氣氛啊，都冇出來。佢難得都講，可能人咧台南市客家人安守，但是人話要保留有客家八音。其實講我哋屏東，其實客家正宗嘅客家八音團蠻冇幾團嘅呢。真嘅咯，哎呀，個曾樂軒樂團還有後生人咧，有安尼2-3歲後生人，家呢邊佢本身也唔係客家人咧，佢對人哋客家文化一種認同。個像個鄭榮新校長啊，個有請鄭榮新校長當年我就指頭，個鄭榮新校長就特別講，我單獨個指頭佢，因為也一種文化嘅傳承。係啊，都真係都冇簡單，有心去做一件事情嘅時候，都可以把一種按好事情傳下來唔係講我哋屏東啦，我哋土種咪按到客家人，其實真係睇下到地方正宗客家團、八音團真係冇按到。唔單槍。也社團，台南也協會哦，還有教育協會，佢也已經有按呢八音團的嗰種按呢個規模開始也有出來了，還有徐宗南理事長來帶哦，加個呢我們剛剛講夏林路水平溫公園嗰邊會館，這是我們的溫教授，台大一個退休的教授溫少炳啲帶，另外呢也八音團也已經入校去教學了。在我們的海淀國小，也有，有2隻學校已經有八音團。
其實花式愛學啊，可能冇咁簡單，但是音樂學啊會簡單，係因為音樂學即係我哋講超越語言啦，可能唔會講美國話，但是我會唱美國歌啊，可能唔會講嘅意大利話，但是意大利歌我就可能多少會彈，客話嘛係，你係邊位要跳舞誒？係，你係講學客話可能有啲嘢唔到會學，但是學客家音樂。嗰種音樂嘅調性、腔調嘅時陣，乜個東西都會學。其實真係冇簡單。安尼海灣陸屯嘅客語非神唱啊，雖然我哋冇按到行業咯，但是我哋發音會強哦。海灣我哋全國嘅發音比賽都睇台南市。有有攀過比賽哦，係啊。今年吼實在我要本來，我也有邀請我演師誒來做一個交流。你想講我們好，還可以再更好。係，也個我們也當年要有邀請高中鄭校長來搞，咁所以我哋頭都講緊，譬如講我哋廣東朋友幾個，去台南啦，嘛聽嘅課中有講，我哋有兩個客家文化飛館咯。你咪同我哋小嘅講，我哋嗰種廣東朋友去台南，去潛入兩個文化飛館啦，嗬。文化飛館本身，而即係有乜嘅特色，冇得講我哋去留了時，注意乜嘅東西啊？好，像係兩個飛館吼，南面嘅飛館佢本身有當到嘅呢，安尼古物嘅，像個南山嘅安尼展覽吼，個呢呢，我嘅片嘅詳情，該親切，我貼擺呢邊家做個客家飛館用可以按鬧熱按親切，來留了吼，來南面之對嘅，個山另外我也個水平溫公園一片飛館吼，也係建築較大，比較宏偉，個我個外牆呢係用灰底白牆，按呢傳統的客家的概念一做的那個裝飾哈，還有銅髮一做裝飾之外，內部呢係我個溫彩堂哈客委會的一個顧問哈，他是以前文化中心主任退休，佢當用心，然後所有客家有關的，跟所有的諸位都展內去館內一做展示哈，個當特別咯，我也有全球客家的大事記，好嚟到一片可以看一下當年的記錄。個呢當特別一條老客家介紹，台南市客家文化飛館的那個老輩嘅呢，我們種的植栽，我們有那種客家五花的概念都要讀哈。要講哪五花？含笑、葉荷、樹蘭、桂花，還有新丁花。你喺嗰度來法，一定要去尋寶一下。可是我們都講經典的話，吼，一定要去投放嘅新典法。以前咧，阿婆我插不得投放吼，伊我人講，伊比你強嘅時，一定要插哦。安尼，如主婦啊，那個形容我做一些有新典啊，吼。冇錯係。咁所以頭講我哋小姐吼，按到，譬如講我哋對基礎開始，客家話基礎融合開始，咁對未來喏。我哋台南市政府有乜嘅對我哋客家政策有乜嘅一種新嘅我哋講做法冇？因為最近啲人嘅客家話流失比其他縣市來都嚴重，像人會講嘅會談嘅嘅呢能力比其他縣市可能就少20%到30%。故所呢為到搶救流失嘅那個客語，特別在今年5月19號，市長黃偉哲市長特別在台南市客家文化飛館辦一個記者會，宣示說老兩隻飛館打造成為一個客家語言巢，客家語言島。乜講到客家語言島，我也都有想法，就講用語言巢的概念，像毛利語，他們有那種語言巢。你想我來到人家台南，就是講成立一隻客家語言島，為人所有客家鄉親有一隻地方做一隻基地樣誒，除咗講凝聚客家鄉親的情感之外呢，還有語言復振、青重要。本客家可以講可以隨處就可以談到客家話，實在不容易。就先都也都好，客家來都先講客話。好冇法嘅就吹可能又唔記得咧，又講河洛話，叫為冇有客家話又跌脫咧，故所呢。例如帶到一片來，他講客家話。另外呢，台南市政府也為到本較多年來談到接觸到客家話。故所呢，今年台南市政府也特別派一個這個公視客語無障礙樣的計劃，是在個永華市政中心、老個明治市政中心兩個市政中心呢，
都有推一个就是客语的一个临柜的一个服务，然后我派职工都去片同大家这个讲客话，同大家用客家话来问候，个提供呢人家的客家的一些发通个语文的一些资讯不一样的。那除了今年呢，还特别讲，我们向外延伸，都给像个卫生所啦、户政事务所啦、社福大楼啦、卫生所也都所有嘅呢较多嘅单位，本个较多嘅人，可以接触到人嘅客家话。唔但像伊都这边做服务哦，人家都自贡动，这人动有热情哦，也都嘅同事呢也可以感受到。就讲，哎呀，大姐，你讲哎呀客家话，快是来上课，安尼好冇？嗰时我职工就来办公室讨讲，科长有乜嘅材料来本来也都同家的分享冇？其实按你政策啦，看好来其实看那种服务啊，其实对我哋客家人本身来看啦，第一我认为看到嘅系认同。好，因为嗰种我听乡公所、市公所，睇柜台里边，如果有讲客家话人的时间。我都发现第一，客家话唔单止係國家語言嘅，而真係都落實喺台南市政府嘅政策地方。好，而喺服務台地方，我哋都可以用客家話來講。然後聽見都講，唔可以話有啲語言調，都變成講語言調地方唔單止保留嘅我哋客家嘅語言，最重要嘅係伊係文化伊啲，我哋講係鋪伊啲文化伊啲夢想嘅地方，因為有一個具體以後，都變成講係咪有乜嘅語言嘅復振啦，乜嘅保留啦、文化保留啦、冇落交流嘅東西，都對一邊開始做最基礎嘅東西。可是像我哋話，台南市政府對讓我去推廣，冇得講我哋去關心少數族群嘅話，伊哋咪有其他乜嘅目標嘅做法冇？我有台南市政府公司在。也客家當認真，我希望講本大家看到人台南嘅客家，也希望講人台南大家可以看到客家，也都最因為講客家人較少，故所我有下擺發通會上到火車頭，也喺百貨公司來拍，本過較多年來看到客家。其實從課中嘅分享地方，我哋發現講，睇人數冇多嘅台南市地方，客家變成一個特色。還有推動客家文化吧，那有心都可以做好。我哋幾個剛才我哋喺活動裏邊現場同我哋分享我哋台南嘅客家人嘅故事。承蒙主持人也分享一類機會，也分享所有嘅觀眾朋友來到台南來聊聊，來同大家來小記。休息一下哦，大家聽下等先上來，運動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永平，又到為學校運動嘅時間了哦。今日請準備咧唔係塑膠桿咧，同我做運動哦。唔係塑膠桿咧，請熱好水，熱慢來，都可以同我做運動嘅喲。你準備好嘅嗎？準備好嘅，請放起來，同先生同我做運動嘅喲。好，我哋兩隻腳。打開來，同個肩條，好，同下抬勢，好，同個兩隻手伸出來，好，伸出來來停留10秒鐘，1、2、3、4、5、6、7、8、9、10，好，不用下來，我剛剛呢，睇身。停留嘅時間，我剛剛嘅手臂個軟，好，我記得咯，我頭拿，我伸出，還有頸頸，我打出，兩腳嘛伸出來哦，能再一擺，好，同我手壓出，好，停留10秒鐘，1、2、3、4、5、6、7、8、9、10。好，不用下來，好，再來同個手壓高，伸出，盡量伸出我個手，好，再數下來，好，彎片，伸出手，好，不用下來，
弯片。刚做呀动作的时间，尽量叶片要绑到，好，尽量伸出，好，再弯片。好了，来做20下，好，开始来1、2、3、4、5、6、7、8、9、10。再10下哦，加油哦！10、9、8、7、6、5、4、3、2、1，好。好，跟家来同个手吞下两个，两只手吞下两个。好，来同个脚挺上来，挺到最高。好，背囊还用个两个打出。好，鼓下来，好，吞下来，挺上来两个，鼓下来，好来做20下来，1、2、3、4、5、6、7，加油哦！8、9、10，再10下来，1、2、3、4、5、6、7、8、9、10，好，手变好了，休息一下。我刚刚的手，我开始摇你哦，哈。再来，你的手低脑背伸出去，好，来停留10秒钟。10、9、8、7、6、5、4、3、2、1，好，數下來，好，更加來，打開來，伸開來，好，用下來，好，來做10下來，1、2、3、4、5、6、7、8、9、10，好，剛講要的保特瓶過長的時間，就可以吞水多一半，好，唔是按慢。唔剛剛可以的話，你的水都推裝滿來，好來訓練你的肌耐力咯。好，再來哦，再試下哦，電腦杯打開來，1、2、3、4、5、6、7、8、9、10。平常時呢，睇看電視的時間，就可以拿安尼呢環保的器具來做運動哈。來，再來，老師要搶吞數然後來，好來撈鉗，來挖羊鉗呢，低後背挖羊鉗呢，做呀動作的時間要記得呢，兩腳打出，唔可以撲背哦，打出來，將肩膀出，好，安尼挖實鉗，1、2、3、4、5、6、7、8、9、10，好，不用下來休息一下，好，可以
同个手臂呢可以统统啊放松来，好，来再来训练，好，来打开来，看爱数哦，头到电脑背，更加伫前面挖看，好，顶个前面挖眼看呢，一、二、三、四，加油哦，5、6、7、8、9、10，好，放下来，好，放松个手，好，同个手放松，fin fin啊，好，更加加松个脚哦，吼，个脚同个手通下，好，腳挺空來，手打開來，好，壓高，好，挺空來，手壓高，好，然後停留10秒鐘後來訓練個肌耐力咯，好，準備哦，好，慢慢的挺空來，1、2、3、4、5、6、7、8、9、10，好，放下來，行個手再放鬆，啊，好，再來哦，哈，啊，更加夾嘅哦，1，好，放下，2，放下，3、4、5、6、7、8、9、10，好，同個手，好，放鬆來，好，我剛剛個手開始扭呢，開始係流汗呢哦，好，來呼吸頭度的動作，好，開始來，好，喺前面伸出去，放下來，好，做試下，2、3、4、5、6、7、8、9、10，好，更加電腦背，伸出去，再數下來，試下開始哦，1、2、3、4、5、6、7、8、9、10，好，加鬆個腳，挺空來，再放下來，加鬆個手同腳，1、2、3、4、5，堅持一下哦，6、7、8、9、10，好，同個手壓高，好，放個肩條，好，做一個延展的動作，慢慢的數下來，好，你數伸的右邊，好，另外一隻手反輪你的手掌。我剛剛的手臂有幫到溫暖，做一個舒緩，好，慢慢的放下來，好，來彎片，好，手伸出，另外一隻手放在你的手掌，慢慢的吞手，放下來。今日的運動記得了嗎？那每個保特瓶都可以做運動的喲，好好運動，還能下次能來了。